上人先上眼，眼喺面相裏邊最重要嘅一個部分，亦都係觀人嘅第一要訣。大家好，歡迎大家返到嚟劉振峰生活頻道。今次呢係面相系列，不過係重拍嘅，因為呢之前我發現講眼相嘅時候個影片呢質素麻麻地啊，所以今次我哋重拍一次，同埋會加入翻呢師傅喺呢幾年間發現嘅一啲眼相裏邊嘅特點。上人先上眼，面相裏邊我哋分為三庭，代表住人生唔同嘅階段。上庭代表住少年運，係智慧嘅吸收期；中庭代表住30到50歲嘅運氣，亦都係一個人生發展裏邊最重要嘅時期。其中以眼作為中庭嘅核心部位，35到40歲嘅時候呢，行嘅就係眼運，所以呢，眼相喺成個面相裏邊亦都係最重要嘅部分。透過眼相，我哋可以觀察一個人嘅善惡、中間正邪、敏銳度係內向定係外向，一個人決斷定係優柔，同埋桃花多唔多，係咪好色，當時嘅運氣好定係壞，甚至可以睇到一個人嘅人格係高尚定係卑劣等等。而流年運勢，我哋由左眼開始啊，叫做太陽代表35歲，右眼頭嘅太陰代表36歲，左眼中陽代表37，右眼珠嘅中陽代表38歲，左眼尾少陽代表39歲，右眼尾嘅少陰代表40歲，而中間41歲就係我哋嘅山根。另外鼻梁呢個位置啊，除咗山根，仲有精舍同埋光電，就係代表42同埋43歲，就係眼主要中間嘅位置。成個眼包括埋中間鼻梁嘅位置，就係成個35到43歲啦。眼睛嘅位置生得好，代表35到40歲嘅期間流年順遂如意啊，尤其37、38歲眼珠嘅部位運氣更加旺盛。相反，如果眼睛生得唔好，代表呢幾年裏邊運氣唔好，唔單止財運唔好啊，亦都容易為美色所累啊。所以呢，眼睛生得好，唔單止35到43嘅壯年時期運勢好，亦都會影響你一生嘅運程噶。一個人嘅精神狀態，亦都主要集中喺佢嘅兩隻眼睛入邊。眼相最重要嘅係神采，眼型反而係次要，而眼神亦都係最難觀察嘅部分，因為觀察眼神強弱、首重感覺，需要用整體嘅感覺配合細節嚟到判斷。雖然難觀察，但係呢仍然有一定嘅準則嘅。眼睛有神，不論眼型生得點，都唔會影響佢嘅運氣。而主要嘅呢，亦係影響佢嘅思想行為嘅。今次嘅影片會教大家睇一個眼有冇眼神，眼型點樣分，同埋有冇文侵字破。兵鑑裏邊有清濁易辨，正邪難辨，欲群正邪，先觀動靜。講嘅呢係動態眼神。眼神就係話你講嘢嘅時候眼神夠唔夠定，眼神定，心定，代表呢個人比較真誠。如果講嘢嘅時候眼神左右閃爍，代表心意不定。眼神要去唔同嘅方向，喺現代心理學呢都代表唔同嘅嘢嘅。而喺今集節目最後嘅地方呢，會簡單講下喺心理學裏邊眼神望嘅方向代表啲乜噶？點樣叫做眼神強呢？好嘅眼神，首先黑白要分明，就係話眼珠嘅黑要夠黑，眼白嘅地方要夠白。唔好有紅筋，唔好係黃色，亦都唔好係灰色或者帶粉紅色嘅。另一樣最重要嘅嘢呢，就係有神。點樣叫做有神呢？眼睛好光亮，光亮得嚟有反光感，睇起上嚟好有精神，好似有穿透力望穿你咁樣，叫做有神。眼神強嘅人處事決斷英明，絕對唔會拖泥帶水，猶豫不決。縱使呢俾美色纏身啊，亦都會知進退，唔會演變成為桃花劫嘅。點樣叫做眼神弱呢？一般眼神弱嘅人呢，通常眼睛嘅黑白都唔分明，眼白有時會帶粉紅色、黃色或者混雜咗其他混濁嘅顏色，眼睇起上嚟好空洞，唔反光，啞沉沉咁。明明冇瞓覺，睇落好似瞓緊覺咁，不睡似睡，不醉似醉，睇上去呢冇乜精神。
好似想瞓覺啊、醉咗咁嘅感覺。眼神弱嘅人優柔寡斷，遇事猶豫不決，一生做人亦都唔夠積極，容易怨天尤人。另外遇上美色啊，不論男女都係噶，通常都不知進退，糾纏不清，釀成咗不可挽救嘅桃花劫。所以呢，如果你係老闆喺請人之前呢，一定要睇佢眼神夠唔夠，會唔會眼神弱？眼神弱，做事優柔寡斷，猶豫不決，處事糾纏不清啊！呢個人通常做事都唔會好積極，經常怨天尤人。當然啦，如果你想請個伙計之後佢又唔會走嘅，純粹喺度怨天尤人繼續做嘅話呢，眼神弱都有好處噶。另外啦，我哋成日講眼帶殺氣，咩叫做眼帶殺氣呢？就係目露凶光。如果一個人嘅眼白黑白唔分明，但係有光澤，我哋就叫做眼帶殺氣。通常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唔甘於居人之下嘅人呢，通常眼睛都會帶殺氣嘅。如果眼有神，黑白分明，就係眼有神，係靚眼，係唔同噶。眼有神得嚟，有光澤得嚟，如果黑白唔分明，而且望起上嚟好似好深沉嘅話呢，就係眼帶殺氣啦。兩種眼係唔同嘅，大家咧要多啲睇先容易分到噶，記住咯。跟住呢，我哋講下眼型啦。如果眼珠向外突出嘅眼珠啊，通常性格比較衝動。中國相法認為眼珠突露呢，容易死於非命，而且一生比較多爭執打交嘅事。但係要注意，露眼要配瘦面型，先係衝動不知進退啊！唔識見好即收，比較容易同人爭執或者打交。咁梗係啦，經常同人爭執，自然禍事就比較多啦。如果眼珠突出，但係成個面型比較圓嘅話呢，主要嘅衝動係中意講嘢，衝動講說話，不停咁講說話。但係因為面型圓啊，成個性格就比較圓滑，冇咁容易得罪人。不過呢，戴翻個頭盔先啊！如果一個人係因為近視比較眼珠比較突啦，或者因為其他疾病形成眼突呢，我哋係唔計嘅。咁點解要戴翻呢個頭盔呢？因為我發現啦，而家好多人呢，可能睇得 short 啊，睇得短片太多啊，聽頭兩句就唔聽噶啦，就淨係聽到我話，眼珠突就性格衝動啊，跟住就會話，師傅，咁我係病眼珠突，咁你又話我。經常有啲人咁嘅留言啊，記住大家睇清楚條片，成條睇晒先好留言啊，唔好睇兩句就落留言啦。如果眼睛凹，即係眼窩比較深嘅意思啊。歐美外國人通常都會比東方人凹嘅，而眼凹喺相法裏邊呢，亦都代表親屬嘅緣分比較薄弱嘅。另外呢，我要留意下眼珠嘅大同埋細啦。眼珠大同細呢，同佢眼有神冇神係冇關係噶。眼珠大細代表一個人心底好唔好，為人善唔善良。眼珠係講咩呢？眼黑色嘅部分裏邊嗰叫做眼珠啊，成個叫眼球啊，大家要分清楚啊。眼珠講嘅呢係一個比例嚟嘅，譬如好似師傅咁，眼睛比較細嘅話呢，咁呢成個比例睇呢，眼珠呢都要睇翻，因為我眼珠如果你擘大眼都要覺得眼珠比較細噶，但係我哋睇翻成個眼球嘅比例，睇眼珠嘅大同埋細要睇平時嘅狀態啊，就唔好叫佢擘大眼或者眯埋眼嚟睇啊，係唔準噶。眼珠大嘅人就係話平常狀態，你睇佢眼睛嘅時候，眼珠佔成個眼嘅比例大唔大？如果你睇唔晒佢成個眼珠即係黑色嘅部分嘅話呢，就叫做眼珠大。如果係眼珠細嘅話呢，就要睇埋佢嘅眼白會唔會露上露下，就係所謂我哋嘅白眼啊。如果你睇個眼嘅時候正常狀態，成個眼嘅眼珠裏邊黑色嘅部分睇得晒，而且成個圓形咁樣呢，屬於正常啊，或者叫偏細少少。而主要講眼珠細呢，就係會露白啊。通常眼珠細嘅人呢，做嘢比較狠，比較不擇手段，決斷力亦都比較高。眼大嘅人相對嚟講呢，心地就比較善良嘅。大家成日都講嘅白眼就唔係遭人白眼嗰個白眼啦，就係話眼白嘅比例有所謂一白眼，就係一白眼，即係話眼珠貼近眼其中一邊嘅部位，形成只有一個地方露白嘅效果，叫做一白眼。如果一個人嘅一白眼呢，通常最好呢就係只係出現一隻眼就比較正常。如果一白眼兩隻眼同時出現呢，就即係所謂嘅鬥雞眼啦。傳統上面一白眼視為先輩祖先對呢個人嘅影響。如果祖先係一啲有權力有地位嘅人，但係曾經做過啲殺人之類嘅事呢，
後代通常都會出現一白眼嘅情況，而通常係一隻眼就冇兩隻眼出現嘅，其中一隻眼出現一白眼嘅啫，即係有一隻眼係望喺中間或者望向外嘅。如果一個人直望嘅時候，其中一隻眼珠偏側，即係話咧唔係直視嘅話咧，我哋都視為其中一隻眼出現咗有一白眼嘅情況啊，都同一白眼嘅睇法一樣。不過留意咯，好多時候咧一隻眼一白眼咧，亦都代表咧比較富貴噶。如果呢個人兩隻眼都出現一白眼嘅話呢，代表早上嘅風水非常之唔好，即係早晨風水都唔好啊。本身體質亦都唔強健，自己嘅父母早分開，晚年呢個人亦都多病，同埋咧比較短命嘅。二白眼即係兩白眼啦，就係最正常嘅眼啦。眼睛喺中央部分，左右露白，眼珠嘅上下咧緊貼眼睛嘅邊緣，冇露白噶，上下淨係左右露白，叫做兩白眼，正常眼。三白眼而家呢個時代咧十分之常見啊，可以分為上三白同埋下三白兩種。上三白即係話眼珠偏向下方啊，露出上邊嘅眼白。相反啦，下三白就係眼珠偏向上生，露出眼下邊嘅眼白啊，加埋左右下就係三白眼啦。上書有講，上白多奸，下白多刑啊。上邊露嘅三白眼為人比較奸詐，下邊露三白眼嘅呢，六親緣就比較薄弱。但係呢，現代上學嚟講，其實都係同一樣嘢嚟嘅。喺平常狀態，只要眼珠向前望，不論偏上偏下，露到眼白，都叫做三白眼。三白眼為人個性比較強，做事主動出擊，而且呢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嘅。如果呢個人眼神夠強，黑白分明嘅話呢，代表有百折不撓嘅精神，而且咧多數都喺正途上面做事啊，代表喺社會上面往往有一定嘅成就。但係三白眼就算眼神強都好，一生裏面遇到嘅驚險事咧都會比兩白眼多啊。但係如果呢個人眼神混濁又係三白眼嘅話咧，容易招惹一啲官非打交，亦都因為佢做事嘅不擇手段啊。佢嘅不擇手段咧，唔係正途不擇手段啦。咩叫正途呢？即係話如果佢想去當你收樓咁樣，如果係眼神強嘅、眼神好嘅三白眼呢，會從正途可能會出多啲錢，或者咧經常去游說你。如果眼神混濁嘅三白眼呢，就會做啲唔好嘅嘢啦，即係可能放啲蛇蟲鼠啊喺門口啊，剪你水電啊，係有唔同噶。亦都因為如果眼神唔好嘅三白眼做事不擇手段，遇到嘅凶險都比平常人多，同埋本身容易做錯事，容易有官非打交、車禍受傷等等。通常事發嘅年齡咧會喺14歲、17歲、23、26同埋32歲。尤其當呢個人去到35到43歲行眼運嘅時候，如果三白眼而眼神比較混濁咧，更加容易犯官非啊。同埋啦，頭先提過三白眼有一個特徵，我哋稱為六親無緣，即係話咧同親人嘅關係比較疏離，同埋本身嘅性格咧都冇咁重視親情嘅。三白眼嘅男士，我哋會有所謂英雄豪傑嘅心理啊，但係留意啦，英雄就難過美人關，好多時候會容易因為女色爭風呷醋啊，招致損失麻煩，甚至咧容易一敗塗地嘅。三白眼嘅女士會喺感情方面採取主動，而且咧會將對方嘅一切都掌握喺自己之中。跟住講到四白眼啦，四白眼眼珠極細啊，喺正常狀態之下係四白眼，即係話一個眼嘅眼珠上下左右都俾眼白包圍住，先叫做四白眼。有冇人係咁呢？有噶。四白眼嘅個性比三白眼更加強，更具破壞性。佢哋報復心重，而且比較心狠手辣添。有寧我負天下人，勿人負我嘅個性啊，係一個極難相處，亦都不宜同佢相處嘅人嚟嘅。而不論三白眼或者四白眼，都稱為多白眼啊。本身呢個人精力亦都比較旺盛，色欲亦都強盛啊。做事呢通常都可以貫徹始終，亦都咧係一個性格比較極端嘅人，愛恨亦都分明嘅。講到大家最驚噶啦，咁罪犯係咩眼嘅呢？罪犯好多時都係三白眼或者四白眼噶，但係一般都配埋雙眉壓眼，加埋眉粗眉亂，因為眉主智，
眼眉粗同埋亂咧，代表一個人比較陰險衝動，眼眉壓眼，容易因為個人嘅利益做出一啲不擇手段嘅事啊。至於眉相點睇呢？我之前其實有影片噶，大家可以睇翻講眉相嘅影片。所以呢，你話一個人眼大，一定要眼珠都大啊。眼大而眼珠細呢，就會變成3白眼同埋4白眼咯。眼大眼珠大嘅人勇於表達感情，即係好似卡通片咁，你會話水汪汪嘅大眼睛啊，唔一定係水汪汪。眼大眼珠大嘅話呢，即係好似啲卡通片嗰啲卡通人物咁啊，眼睛好大，眼珠又好大噶。有時候你會話水汪汪嘅大眼睛，但係唔一定要水汪汪。眼大眼珠都大，我哋稱為孩子眼，意思就係話有呢個眼嘅人呢，會有孩童嘅性格，思想比較天真，中意每事都發問，但係亦都容易相信人，容易俾人呃噶。但係眼大嘅人呢，就會有人情味，心腸亦都比較善良，亦都因為咁呢，容易俾人呃。所以啦，如果你自己有孩子眼，照下鏡係咪孩子眼啊？你記得要警惕下自己，唔好咁容易相信人咯。另外呢，因為有孩子眼嘅人，好多時候呢都中意去問人哋嘢啊。每事問嘅情況呢，容易令到異性產生誤會，覺得呢個人咦好似俾緊識路我，令到佢容易展開追求。所以呢，孩子眼嘅人一生容易有假桃花嘅出現，令到自己呢煩惱不堪。所以孩子眼又稱為冤枉桃花眼。一般從事演藝界嘅人呢，尤其是女性，好多都有孩子眼嘅。而不論男女都係啊，你見到男士有孩子眼嘅話呢，都係容易招惹桃花嘅。不過唔係真桃花，係假桃花，因為佢哋容易引起異性嘅誤會啊，多嘢講，多嘢問啊嘛，成日令人哋覺得哇，呢個人係咪中意我呢？成日咁多嘢問我嘅。其他桃花眼呢，我哋一陣間先再講。我哋講埋眼細先，眼細嘅人即係成隻眼都細啊，代表呢個人中意將感情埋藏喺心裏邊。一般呢都係心思細密、保密性強嘅人，遇到嘅事中意收埋喺心裏邊，而且呢為人比較計較，記性比較好噶，氣量亦都冇咁大，通常比較記仇啊，所以要小心。你做個事呢，師傅一定記得，師傅眼細啊。但係如果眼細嘅人眼有神采、眉毛唔亂嘅話呢，代表呢個人精於計算、運籌帷幄。咩叫眉毛亂呢？你睇翻我眉毛嗰條片啊，眼睛細、眉毛生得唔亂嘅話呢，代表遇事都係去掌握之中，通常喺社會上面都會有一定嘅地位嘅。眼細但係眼睛無神嘅話呢，代表一個人知識唔高，為人氣量少，記仇，胸無大志，成日將啲精力花喺小事上邊，乜嘢小事都計較，浪費咗一生。成個眼睛嘅形狀比較圓嘅人呢，通常比較健談啦。眼圓而突，如果加埋鼻梁扁嘅話呢，你其實諗到啦，好詼諧啊，好似小丑咁樣嘅詼諧嘅性格。眼圓而突，但係鼻高嘅話呢，代表呢個人比較兇狠同埋比較惡嘅。眼嘅形狀呢，除咗大細同埋圓唔圓之外呢，有樣好緊要嘅，眼型長唔長。眼型長嘅人個性比較慢，人比較溫和，容易相處，睇起上嚟呢亦都比較有貴氣嘅，而且可以隱藏心事。如果一個人嘅眼型比較長，通常去做事都會比較慢，但係人嘅性格整體嚟講都會比較溫和，容易相處，而且呢容易守秘密。相反啦，眼型短嘅人個性比較急，決斷亦都比較快，唔中意隱藏心事，喜怒形於色，有咩事呢喺個面度睇晒出嚟噶啦。個性亦都比較急進，咁呢眼型長短其實都係性格特徵嚟噶，冇話一定好定壞嘅，所以呢就唔使咁介意。至於點樣算係眼型長呢？或者咧可以用個比例嘅方法，成個面嚟睇，如果用呢個闊度同眼嘅闊度嚟講標準啦，如果一隻眼嘅長度超過成個呢個闊度嘅1/3呢，就叫做長。而通常咁樣情況嘅眼呢，個視覺上隻眼尾啊，好似插住你嘅太陽穴咁嘅。另外啦，如果你真係唔係好知道呢，判斷自己眼嘅長短，仲有一個方法叫做一指法，用你嘅手指就係話眼頭到眼尾嘅長度會唔會超過自己食指2節，超過嘅話就係長，超唔過嘅話就係短。如果一個人嘅眼睛啊細而且長呢，我哋叫做富貴之眼。個人唔單止有進取心，一生裏邊呢亦都唔願意居人之下，好多時候都可以發揮佢嘅特殊潛能啊。另外呢，仲有個特點，
眼睛細而長嘅男性呢，通常佢嘅太太都好靚女嘅。講開眼睛嘅大細呢，有啲人嘅眼成日好似瞓着覺或者醉酒，全無神采，咁呢可以叫做睡眼。有呢種眼嘅人呢，多數做事因循苟且，本身嘅決斷力亦都比較弱啊。總體嚟講，比較難有大嘅成就。男性如果有呢種眼睛呢，特別中意團體嘅活動，中意一齊飲酒，通常亦都容易招惹桃花劫。如果女士有呢種眼睛，亦都唔係咁好。古代咧叫做容易墮落風塵，係風塵命啊。現代嚟講就同男性一樣啦，中意出去飲酒，中意出去玩，亦都容易招惹桃花劫，都係唔太好嘅。不過咧要留意啦，如果佢眼好似瞓唔醒咁樣，但係眼有神呢，係唔計嘅。另外一種咧就係個眼簾啊，好似平時都係好似下垂狀態，就算擘大眼，個眼都會好似遮住咗眼睛嘅上半部啊。呢種眼叫做半睡眼，咁呢冇乜大問題。最大問題呢，通常有半睡眼嘅人呢，容易跌親。而仲有一種相反嘅，就係話瞓覺嘅時候唔會合眼啦，就唔係睡眼啦，係睡不合眼。咁咧你要留意下咯。如果有呢種眼，即係瞓覺嘅時候唔合埋眼啊，男性講嘅係黑妻，女性亦都講黑夫啊。同埋古代相法嚟講呢，睡不合眼嘅人容易死於非命，特別要留意啦。如果一個人嘅眼係好似三角形咁樣呢，我哋叫做三角眼啊。無論向上向下嘅三角都係叫做三角眼嘅。有三角眼嘅人有叫做勢利眼，即係話咧去做事咧通常都帶有目的嘅，而且為人心思細密，具備比較敏銳嘅觀察力。為人呢嘅心性上面啦，比較中意物質上嘅嘢，我哋咧所以叫做勢利眼啊。做事亦都比較實際，而且咧好多時候容易斤斤計較嘅。好多時候咧你會去到啲鋪頭裏邊見到啲 top sales 咧都係三角眼嘅。因為三角眼嘅人比較主動，會主動咁賣嘢俾人，而且咧唔怕俾你拒絕嘅。如果你係老闆請 sales 嘅話咧，記得睇下個人係咪三角眼，係三角眼咧，請咗先算啦。不過如果作為做朋友嘅話咧，就要小心啲啦。三角眼人咧好多時候都中意斤斤計較嘅，即係大家去食飯夾錢啊，諸如此類咧，一分一毫佢都會計得好清楚嘅。如果一個人本身咧係冇三角眼，但係老咗之後，因為眼皮啊聚咗落嚟咧，變成咗三角眼嘅話咧，就唔算係真正嘅三角眼。所以你見到老人家係三角眼咧，最好睇下佢後生嗰陣啲相係咪都係三角眼啦。年老先出現嘅三角眼，代表呢個人容易俾人呃啊，同我哋八字眼係差唔多嘅。喺中國嘅相學裏邊咧，通常我哋偏好圓形同埋飽滿嘅嘢啊。凡親起角啊、尖削嘅嘢呢，即係例如三角眼呢，評價都係比較低嘅。頭先講咗啦，八字眼，有八字眼嘅男士特別容易俾人欺負。咩叫八字眼呢？即係隻眼咁樣斜斜啲落嚟，兩隻眼咁樣斜嘅，好似個八字啊，中文嘅八字呢，就叫做八字眼啦。不過呢，如果有八字眼嘅男士呢，好多時候係會做醫生嘅，所以呢，你留意下啦。好多時候你睇醫生嘅時候呢，男醫生啊，你會見到佢眼呢係八字眼嘅。另外喺相書裏邊有提到啊，眼嘅四周如果凹陷嘅話，即係話好似成隻眼藏咗入去嘅話呢，女性嘅話，佢嘅婚姻生活呢容易出現問題嘅。因為喺眼眶呢一帶其實連接住幾個重要嘅位置，包括男女宮、妻妾宮、田宅宮。妻妾宮就係夫妻宮啊。呢啲地方最需要嘅係飽滿同埋開陽。如果眼眶凹陷嘅話呢，亦都代表呢幾個宮位都係容易凹陷啊。關乎男女愛情嘅宮位呢，亦都全部失守。所以如果眼眶凹陷嘅話，就算佢眼生得幾靚都好，其他都冇乜問題。但係通常婚姻呢都會容易出現問題嘅。跟住呢，我哋講下雙眼嘅距離啦。眼同眼，兩隻眼自己啊，兩隻眼之間嘅距離，睇下可唔可以放落多隻眼，你自己度翻個長度啊。如果放唔落，代表眼睛距離太窄啊。放得落一隻眼係正常標準嚟噶。如果眼睛距離太窄，呢種人呢，觀察力強，容易睇穿人哋嘅心思，亦都唔容易受騙嘅。不過呢，就留意啦，兩眼之間嘅距離呢個位置呢，係包括我哋山根呢個部位啊。如果兩眼生得近，好接近山根嘅話呢，如果係女士嘅話，特別容易得到男性嘅注意啊。但係呢，亦都容易因為待人太過熱情啊，引嚟男士不必要嘅誤會。眼距窄嘅女士有親切感，直覺能力亦都高，而且咧善於臨急應變，
好多時候咧，佢嘅第六感都有一定嘅準確程度添嘅。不過咧，兩隻眼生得距離窄嘅女性都有一個缺點啊。雖然好多時候咧第六感唔錯啊，但係容易弄巧反拙啊，招嚟麻煩同埋一啲不必要嘅過濾啊。因為兩眼距離窄，亦都代表諗得太多，結果容易變成疑神疑鬼，亦都比較難建立同人之間嘅信任啊。連帶因為鼻係我哋嘅夫妻宮啊嘛，所以女士有呢個情況呢，亦都容易喺愛情上面出現問題啊，好難相信別人，容易疑神疑鬼。另外呢，如果再加上頭先我哋之前提過啊，鬥雞眼嘅情況，雙眼距離有窄嘅話呢，亦都代表一個人嘅智力啊容易有影響嘅，所以特別要小心啊。兩隻眼嘅距離最好呢唔好太闊，亦都唔好太窄啊。長度大約一隻眼嘅長度係最好，即係適中距離啦。情緒比較安定，比較理智啊，唔會太過鬆懈，亦都唔會太過緊張，唔會咧好似眼距離太窄嘅話咧，容易成日患得患失咁。而如果雙眼距離太闊啦，即係中間呢個距離放得落一隻眼有餘嘅話咧，叫做雙眼距離闊啦，代表呢個人對形象嘅記憶力特別好，好多嘢咧佢只要睇過一眼咧就會記得噶啦。好多畫家咧嘅眼睛都係雙眼距離比較闊嘅，對圖像記憶力比較好噶。不過咧留意啦，眼睛距離闊嘅人唔會咁容易計較得失啊，芝麻綠豆嘅小事絕對係唔會管嘅。但係亦都因為咁，容易俾周圍嘅人咧有一種覺得佢對事情啊毫不關心、毫無主動嘅感覺啊。不過雖然係咁，眼距闊嘅人一般咧都有樂觀嘅性格，好容易得到人哋嘅好感。不過咧，如果雙眼距離太闊，加上八字眉咧就唔好啦，即係八字眼眉啊。女性如果有呢種面相咧，自我意識太低，而且依賴心好重，意志力亦都唔夠啊。多數會喺婚姻裏邊咧完全依賴丈夫啊，即係咧一定要靠夫啦。咁咧就睇埋個鼻，如果鼻生得好，丈夫好嘅話咧就冇問題啦。但係如果鼻生得唔好啊，夫運唔好嘅話，仲要靠夫咧，咁婚姻咧就會唔好噶啦。不過咧，有關眼距嘅窄同埋闊，整體嚟講都要睇埋眼神同埋眼型生得好唔好嚟到配合啊。如果其他嘢即係眼神又好，眼型都靚嘅話咧，眼距窄同埋闊只係性格上面有啲影響啫，整體上嚟講咧唔會有太大嘅扣分噶噃。咁咧呢個時候你又會問啦，喂，師傅，一個人嘅雙眼皮或者單眼皮對運程有冇影響嘅呢？單雙眼皮對一個人嘅運程係冇乜影響噶。你可以見到好多單眼皮嘅人都可以做得好好，雙眼皮又可以做得好好嘅，同你成個運程係冇關噶。單雙眼皮係 DNA 嘅特徵嚟嘅啫，最重要嘅都係講眼神，但係要注意一點啊，單眼皮嘅眼呢，上眼瞼有時候會出現浮腫嘅狀態，不論男女都係代表性慾比較強，容易衝動。有啲人呢就話啦，雙眼皮嘅人呢性格比較優柔，而單眼皮嘅人比較決斷。其實呢係唔啱噶。只不過單眼皮嘅人因為眼比較細啊，你冇咁容易睇到佢嘅眼神，我哋稱為藏神啊。雙眼皮嘅人眼睛通常比較大，容易睇到佢眼神咁解啫。所以咧你會覺得啊，容易睇到佢眼神，覺得佢比較優柔啊，因為佢眼神唔靚啊嘛。跟住咧要講下大家最關心噶啦，就係桃花眼。咩係桃花眼呢？頭先提過啦，孩子眼係假桃花眼，咁乜嘢係真桃花眼呢？第一樣要講嘅呢，水汪汪嘅眼睛啊，水汪汪的黑眼睛，眼帶淚水嘅桃花眼。女士嘅眼睛如果經常都濕濕潤潤呢，就係桃花眼嘅第一種，我哋叫做眼神流露啊，即係話好似眼睛咧成日有啲淚水濕濕地咁，但係又唔係真係喊，即係唔係真係有眼淚嘅。如果你嘅男朋友識個女仔呢，係水汪汪嘅眼睛呢，就要特別要小心啦。通常呢種女性呢，容易為他人嘅情感所動啊，令到佢本身感情不穩定，而且經常出現感情風波。而有呢種水汪汪眼睛嘅桃花眼呢，一般嚟講，30歲前結婚嘅話，容易有離婚嘅現象；30歲後先結婚呢，情況就會比較穩定。早婚呢，非常之難白頭偕老嘅。而男性如果有眼帶淚水嘅呢，稱為眼神流露。有所謂眼神流露，非奸即盜，代表男性眼帶淚水嘅話，容易有色情事件，即係桃花劫啦，或者咧容易有官非禍事嘅。如果
眼大眼珠大嘅孩子眼，加上眼神流露水汪汪嘅話，相學上女性有嘅話就稱為桃花劫嘅桃花眼。因為孩子眼本身性格天真遇事每起發問，亦都容易相信人，亦都容易俾人加埋眼帶淚水，容易情感上為他人所動好多我哋所謂冤枉桃花出現。如果一個人眼帶淚水，面帶笑容，代表呢個人認識到個異性，而且正展開追求。如果眼帶淚水，面上兩頰有紅色嘅話呢，不過面帶怒容或者愁容嘅話，好多時候呢就代表有打交官非嘅事所以睇人一個人眼神流露呢，亦都要睇埋其他面色嘅。跟住要講嘅呢就係丹鳳眼，丹鳳眼呢都係桃花眼嘅一種不過呢，有啲人就會話，關公都係丹鳳眼嘅，咁你睇下關公啲相但係呢，男性有丹鳳眼唔係桃花眼嚟嘅，只有女性有丹鳳眼先係桃花眼，係真桃花眼。丹鳳眼眼型比較細長，眼頭有少少勾，眼白一定要分明有神可能會帶少少水汪汪眼睛添。我哋呢叫佢眼帶艷光有丹鳳眼嘅女士，一生桃花都非常之重，特別受異性歡迎。而且即使過晒眼運都好，去到40-50歲，有丹鳳眼嘅女士呢，桃花仍然都會不斷，繼續都會有桃花嘅。尤其如果佢八字命格裏邊帶有一啲例如紅艷桃花霧水桃花、沐浴桃花之類呢，咁嘅情況呢，去到45歲呢，通常都會有一關。特別容易招惹桃花，如果本身結咗婚呢，特別容易招惹外遇而離婚嘅。所以照下鏡，如果女士你有丹鳳眼呢，就要時時警惕自己，尤其是結咗婚嘅話呢，去到45歲呢個位就要特別小心，千祈唔好引起誤會因為即使你冇心，都容易招惹到桃花翻嚟嘅。不過丹鳳眼仲有個特點，丹鳳眼又叫理性桃花眼，為人一般都比較理性做事有計劃。對事情分得好清楚，而且為人亦都有要求嘅，亦都傾向要另一半俾到足夠嘅安全感。不過因為丹鳳眼係好強嘅桃花眼，如果加埋眼睛水汪汪嘅話呢，特別容易引嚟異性自己都要避忌下啦。另外仲有一種叫似喜非喜含情目即係咩嚟呢？即係話帶住笑嘅眼睛即係話眼睛笑起上嚟，好似你畫公仔咁樣，兩個向上嘅圓，跟住下邊一個嘴係笑噶嘛，嗰啲叫會笑嘅眼睛有呢種好似笑形嘅眼睛通常眼睛中心部分即係好似彎月咁啦，向上彎嘅，兩邊低少少嘅，尤其是笑起上嚟特別明顯。呢一種會笑嘅眼都係一種桃花眼嚟嘅。你會見到好多比較受歡迎嘅女藝人、女 artist 都會有呢種眼嘅。擁有呢種會笑嘅桃花眼笑起上嚟特別靚，特別好睇。即使唔笑都會令人覺得有一種含笑嘅效果散發出一種難以解釋嘅吸引力。所以有呢種桃花眼嘅人，人緣特別好，異性緣亦都特別旺。一樣啦，如果呢種眼型配上水汪汪嘅眼神就容易因為感情過於豐富而陷入桃花劫呢種感情糾紛裏邊另外要留意，如果有呢一種笑眼桃花眼嘅話本身嘅婚姻緣一般都係唔係幾好嘅，因為太受歡迎，太多選擇機會，亦都多衝擊，容易令到佢嘅婚姻冇咁順利嘅。講完女性專有嘅桃花眼講下男性啦。男性專有嘅桃花眼，眼白帶粉紅色嘅桃花眼有呢種桃花眼嘅男士眼白經常帶住粉紅色無論平時做其他嘢有幾強嘅決斷力都好，一旦遇到女色都會偏聽女性之言英雄難過美人關。有呢種眼白帶粉紅桃花眼嘅男士，一生容易為感情所累，尤其是行眼運嘅時候，35到40歲嘅時期非常容易遇到一個自己鍾情嘅女士。當然啦，如果你未結婚嘅話嚟到呢刻結婚當然冇問題啦。但係如果結咗婚嘅話，嚟到呢一刻因為太過明顯呢種鍾情嘅行為一定會俾太太發現容易引起軒然大波，甚至離婚收場嘅噃。另外啦，如果眼白帶黃褐色，而且雙眼距離比較闊嘅話亦都係男性桃花眼有呢種桃花眼嘅男士特別中意到處留情嘅噃。另外如果眼頭有肉即係眼頭呢個位置
又圓又多肉脹卜卜嘅話呢，都係男性桃花眼，代表呢個男士對性嘅需求特別大，而且呢中意向啲無知少女埋手嘅噃。就算結咗婚之後呢，都會四處去拈花惹草啊。所以呢，見到人有呢種眼呢，就特別要多多留意啦。另外有一種叫做鴛鴦眼嘅桃花眼啊。咩叫做鴛鴦眼呢？就話左右眼並唔一致啊，即係唔似樣嘅，眼睛可能係一大一細，通常眼皮都係唔同啊，一單一雙，左右眼嘅大細相差好大，或者成個眼嘅形狀都唔同嘅。通常有鴛鴦眼嘅人交際手段高明，而且呢好多時候都擅長講大話嘅，對異性特別有一手，識得點樣去掌控異性啊，可以話咧係風流情種，而且中意到處留情嘅。尤其左眼明顯比右眼大嘅男士，多數為人自我中心，平常亦都慣做一啲利己嘅事啊，亦都會利用女性得到好處。不過條件唔好嘅女性，特別經濟條件唔好嘅女性呢，呢種左眼大右眼細嘅鴛鴦桃花眼嘅男士呢，係會睇唔上眼嘅。而另外呢，眼睛一大一細啊，代表性格嘅內外差別比較大，為人容易情緒化，通常表裏不一啊，做事亦都唔夠誠信，因為咧自己都控制唔到啊，情感亦都唔穩定，即係咧我哋叫嗰啲叫雙重性格啊，擅長對人講人話，對鬼講鬼話。社交手腕咧喺唔同嘅場合裏邊可以迅速咁切換啊，特別叻認識異性嘅。但係亦都因為大細眼啊，容易左眼代表個理智啊，右眼代表情感啊。之前冇乜講過啊。咁呢，因為大細眼啊，呢兩個情緒特別容易有唔同，特別容易情緒波動嘅。左眼大右眼細，除咗頭先講過嘅男性桃花眼之外呢，一般嚟講左眼大右眼細嘅男性，外在表現比較主觀有主見，甚至咧可以叫做有啲自大啊。但係內心內裏其實非常理智，做決策嘅時候咧會優先考慮邏輯同埋利益。而喺佢本身出生嘅家庭裏邊咧，通常父親嘅影響係大過母親嘅。如果女士左眼大右眼細嘅話，情感豐富，直覺敏銳，性格會較為溫和感性，容易受人哋嘅情緒影響，喺感情裏邊咧，通常係付出比較多嘅一方啊。喺本身屋企裏邊，母親嘅影響力對佢比較大。而相反啦，右眼大左眼細，男士右眼大左眼細，情感比較豐富，直覺比較敏銳，性格亦都比較溫和同埋感性，容易俾人哋影響。喺感情裏邊咧，反而通常比較付出多嘅一方啊。而咧喺屋企裏邊，母親對佢影響力係比較深嘅。而女性嘅話，右眼大左眼細，外在表現主觀有主見，甚至咧有啲自大啊。但係內心其實非常理智，做決策嘅時候咧會優先考慮利益，同埋帶有邏輯性比較強嘅。喺本身屋企裏邊咧，通常父親嘅影響力係大過母親嘅。如果眼鴛鴦眼，但眼型係一樣，一高一低嘅話咧，父母緣分比較薄。男士有嘅話怕老婆。另外咧，講開桃花眼啦，好多人會問啦，眼尾有紋係咪桃花紋呢？其實眼尾有紋啦，即係我哋平時俗稱嘅魚尾紋啊，唔係真正嘅桃花紋。真正嘅桃花紋喺眼套位置走出嚟啊。眼尾紋多，即係話咩呢？克夫或者克妻，因為眼睛後邊呢個位置叫做奸門啦，就係我哋嘅夫妻宮，有眼尾紋，即係話有紋侵入咗夫妻宮，容易克夫或者克妻。而喺現代社會嚟講啊，通常咧就唔會克夫克妻嘅，通常都係離婚收場，好少會克死老公或者克死老婆嘅情況啊。所以咧，眼尾有紋嘅人特點婚姻咧都係麻麻地嘅。不過好彩，主要我哋計算咧係30歲之前眼尾有紋先計數噶，即係話30歲前如果眼尾有呢個紋，就叫做入咗夫妻宮，婚姻唔好。30歲之後先出現眼尾紋嘅話呢，我哋唔計數嘅。順帶一提啊，眼尾呢個位置就係我哋夫妻宮啦，先講個奸門呢個位置夫妻宮啦。如果呢個位冇紋侵自破，亦都冇低陷嘅話呢，代表夫妻感情無礙。相反啦，如果有紋侵自破，即係除咗眼尾紋會有痣啊或者好凹陷嘅話呢，代表夫妻之間感情欠佳，或者對方嘅身體健康欠佳嘅噃。而除咗紋侵自破或者凹陷之外啊，
如果突然間我哋夫妻宮奸門呢個位置啊出現發黑嘅情況，即係好似人哋話印堂發黑無端黑咗呢，奸門位置突然間黑咗嘅話呢，代表佢正在同配偶爭吵緊啊，咁你呢就冇乜事，唔好辣興佢啦。通常呢脾氣都唔係幾好嘅。而如果女士啊喺呢個奸門出現暗黑色，加埋本身鼻梁即係山根呢個位置低陷嘅話呢，亦都代表容易有一啲離婚啊，或者突然間姻緣感情上邊有變化嘅唔好嘅情況發生。通常應驗嘅時期呢，就係35到41歲。如果突然間出現呢個陰影啊，即係突然間奸門大黑啊，而你本身鼻梁又低嘅話呢，就特別要留意啦。咁呢，順帶一提啊，喺五官裏邊，奸門代表夫妻宮，亦都象徵人同人之間嘅情義啊。如果奸門裏邊好多細紋嘅話呢，代表呢個人比較狡猾，做事通常另有目的。如果奸門凹陷到會見骨啊，即係話咧呢個奸門位咧凹陷得好緊要，好似見到骨位咁。如果你睇個骷髏骨咧，其實呢個位凹噶嘛，就象徵呢個人可以共富貴，但係唔可以共患難，而且佢本身眼界亦都細啊，可以為少少利益咧出賣其他人，為少少利益放棄長遠嘅利益噶。所以咧要留意下奸門生得靚唔靚。我哋咧又講下真正嘅桃花紋啦。真正嘅桃花紋喺呢度啊，眼套位置走出嚟嘅。師傅冇啊，我整個相俾大家睇。眼套呢個位置先至叫做真正桃花紋。點解係桃花紋呢？因為有呢種紋嘅人會主動去追求對方，無論有冇機會，佢中意嘅就會追，甚至佢唔中意都好啊，有機會嘅都會去追噶。因為10個機會你全部試完，總會有1-2次成功啊嘛，係一種好主動去追求嘅桃花紋嚟嘅。呢種桃花紋呢，就同我哋頭先講嘅單鳳眼桃花眼唔同啊。單鳳眼係好被動嘅，人哋會主動追你嘅。有桃花紋嘅人呢，就相反啦，你會主動追另一半。咁咧，你可想而知啦。如果有單鳳眼嘅女士加埋有呢個桃花紋呢，就非常大鑊啦。不過好彩呢個桃花紋呢，多數喺男性身上出現嘅，所以呢，你要留意下你嘅另一半啦，即係你嘅男朋友啊，眼套會唔會有呢個桃花紋？如果有，你要特別小心睇住佢啦。同埋你要留意下佢係咪真心對你啊？因為頭先講過啦，佢無論中唔中意呢，追咗先算噶。一般有桃花紋呢，同眼紋都有關啊。35歲到43歲嘅時候呢，個情況特別激烈。過咗43歲之後呢，呢一種眼套走出嚟嘅桃花紋嘅影響呢，就會減少嘅。另外，除咗桃花紋啊，女士呢可能比較關心嘅，仲有一個就係通姦線。通姦線係咩嚟呢？就係兩隻眼中間有條線喺度啊，鼻梁呢個位置即係山根呢個位置啊，眼同眼之間出現一條幼而細嘅黑線穿越左右眼頭，叫做通姦線。通常突然間出現嘅，如果係男士嘅面上面出現，代表佢嘅妻子啊有通姦之事。相對啦，如果女士你發現自己有通姦線呢，就代表你嘅丈夫有通姦之線啊。有呢條線就要留意下另一半啦。不過呢，上書咁講啊，師傅都未見過，同埋要注意啊。如果呢條線係又粗又黑，橫過兩隻眼之間係條青筋咁嘅呢，就唔係通姦線。所謂青筋扮鼻梁，無事喊3場啊。小朋友有呢條線，成日都會喊，點解呢？因為呢條線係叫做頭痛線，容易頭痛。如果一個人嘅眼白經常有紅色嘅線啊，即係紅筋咁呢，代表呢個人性格粗魯、剛愎自用，而且衝動，容易有打交嘅事發生啊！有所謂何知人家不及弟，眼中赤墨如絲縈，即係話呢，眼睛多線嘅人成日打交生事啊，就好難考到功名啦。如果眼白突然間有紅線由眼尾開始啊，入侵到去眼珠裏邊，即係有條紅筋由眼尾走到眼珠入邊呢，講嘅呢係短期裏邊容易有災禍發生啊！如果紅線穿到入眼睛嘅瞳孔嘅位置呢，更加有生命危險。所以呢，如果你發現照鏡，咦，突然間有啲紅筋走出嚟，走入眼珠呢，特別要小心。最好呢，做下身體檢查啊。另外呢，好多朋友跟住都會留言啦，我已經預知到大家就會問呢：師傅，如果眼睛附近有痣咁點計呢？咁呢，我哋又講埋痣先。如果一個人成面都係痣嘅話呢，就算眼睛有痣呢，都冇乜影響啊。如果個面青靚白淨，眼睛有痣嘅話呢，如果痣好明顯嘅話呢，就會有影響。眼頭有痣，通常不論男女啊，眼頭有痣都係代表色心比較重，
都係講色情深重啊，夫妻容易有爭執，尤其是去到32、35同埋36歲呢幾年為甚啊，容易有桃花劫添。男左女右啊，男士左邊眼頭有痣，女士右邊眼頭有痣，就係佢做主動。男右女左就係被動，男士右邊眼頭有痣，女士左邊眼頭有痣就係被動啊。不過都會抵抗唔到誘惑咁解啫。如果眼尾有痣啊，頭先講過啦，即係夫妻宮同眼尾有紋一樣，容易有離婚或者嗌交現象發生。如果左邊奸門即係眼尾有痣啦，男性講嘅咧係容易有官非，同埋呢個人中意主動去獵色啊，同埋有重妻或者咧我哋叫做有離婚之象。特別喺39同埋40歲係最差嘅。女性有嘅話，代表丈夫容易有下弦之病啊。下弦即係話腰部以下嘅地方有病，即係話咧容易有男人病啊、腎病啊、經常肚痛等等。如果右邊奸門眼尾位置有痣，代表男性嘅話，代表佢太太容易有下弦之病啊，即係話咧容易有婦科病啊、經常肚痛等等。女性嘅話，亦都係容易有重夫或者係叫做離婚之象啊。通常都係39同40歲咧最容易發生㗎噃。如果眼嘅上邊即係眼簾嘅位置有痣啊，代表家族有遺產，你都冇份分咁解。因為咧眼蓋，我哋講開眼啊，講埋眼蓋啦。呢個我哋叫田宅宮啊。以前嘅相書咧，通常以眼睛為田宅宮，左眼太陽右眼太陰啊嘛。有時咧都會將前額左右山林下邊嘅位置啊，都叫埋田宅宮嘅。顧名思義啦，田即係田地啦，宅就係房屋，即係一啲固定資產不動產啊。不過咧現代相反，我哋收窄咗，將眼眉同埋眼睛之間眼蓋嘅位置作為田宅宮啦，其他唔計啦。田宅宮生得飽滿靚叫做好，但係唔好浮腫，不單止有利於自產啊，而且亦都人緣好。如果田宅宮眼蓋位置特別凹陷或者生得特別薄，為人急躁，而且缺乏好嘅人際關係，亦都難有不動產，難有產業。咁咧就順便講埋眼睛下部，即係臥蠶呢個位置啊。臥蠶又叫做淚堂啊，即係子女宮嘅位置。臥蠶要生得豐厚，唔好凹陷。呢個位置咧，其實同我哋嘅小腦有關係啊。如果呢個位置有缺陷，薄弱冇力啊，黑掹掹啊，或者咧有啲紋侵自破啊，生得唔靚嘅話咧，通常都代表小腦活動得唔好啊。咩叫小腦活動得唔好呢？性慾唔正常，本身難有子女，而或者咧容易難產啊。即使生到出嚟，孩子嘅成長啊、健康方面咧都會容易有缺陷嘅噃。如果臥蠶有網紋啊，如果女士嘅臥蠶有網紋啊，或者顏色偏暗黑嘅話咧，亦都係講咧冇仔女或者咧容易難產嘅，要特別留意啊。同埋咧，古上書有云啊，有痣嘅話喺臥蠶位置啊，左邊就選子啊；如果喺眼睛近眼頭位置咧，選大仔；中間就次子，眼尾就選三仔啊。如果有痣喺右眼啊，就會黑女。一樣啦，太陰即係眼頭下邊黑大女，中間黑次女，喺眼尾就黑細女啊。咁咧，如果你眼頭有痣咧，要特別小心啊。如果你係孕婦啊，或者你懷孕或者你想生小朋友嘅話咧，特別要做好身體檢查，小心啲噃。同埋咧，有啲人會提到啦，眼珠顏色深淺有冇關係嘅咧？咁首先我哋要定義啊。一般嚟講，亞洲嘅東方人啊，眼珠都係比較黑嘅。好少出現金眼啊、紅眼啊、藍眼呢啲嘅。如果顏色唔夠黑，比較淺色嘅話呢，古書有云：黃眼金睛，六親無情。通常講嘅呢係同家族嘅緣分比較薄弱，不過呢就冇乜大問題嘅，純粹係家庭嘅緣分比較薄弱，同家族緣分比較薄弱啊，對自身嘅運勢就冇乜影響噶噃。跟住呢，我哋又講下眼神啦。凡親我哋用人先要睇雙眼啊，眼神定心定，眼神唔定，左望右望，左顧右盼，飄忽不定嘅話呢，代表呢個人心意不定，容易改變主意，意志亦都唔夠堅強。古語有謂：閉目而後語者詐，笑而眨眼者在說謊話。中意合埋眼然後再擘大眼講嘢嘅人呢，通常使詐，即係有奸計啊。講嘢嘅時候眼眨眨，代表呢個人比較緊張。不過笑笑口嘅話咧，就代表佢有啲嘢要掩飾，即係話可能係講緊大話。
冰鑑有所謂，觀人嘅第一要訣，要測知一個人嘅氣質。要測知人嘅氣質，有兩個大門：精神同埋骨骼。一個人嘅精神狀態主要集中喺對眼度，骨骼就係骨相啦。清濁易辨，邪正難辨。觀察一個人嘅神，要分清同埋濁，要分清清濁唔難分辨，難嘅係分別邪正啊。咁要點睇呢？我哋要觀察對方嘅靜同埋動兩種狀態之下嘅切換情況。你有冇遇過一種人睇起嚟文質彬彬啊，但係背後裏邊全部都係算計緊嘅呢？人心隔肚皮，跟住我哋要講下點樣透過一個人嘅眼神，無論動態又好，靜態又好，可以睇穿佢到底係真君子啊，定係偽善嘅人呢？不過呢，根據冰鑑都好，睇完你都覺得哇，好難睇喎眼神。咁有咩方法呢？現代我哋自然有佢嘅方法啦。咁呢，師傅跟住教嘅方法呢，係同心理學有關啦，同玄學冇正面嘅關係啊，所以你唔會見到其他玄學師傅講嘅。心理學上面有一個方法叫做 Eye Pattern Chart。咁呢，我就將呢個圖放喺呢度啊。咁大家望住呢個圖，記住咯，我講嘅呢，呢個係你望住一個人嘅情況啊。假設你係望住個人，睇佢嘅眼神嚟到判斷嘅，但係要留意啊，呢一個圖顯示嘅呢，係用一個右手作為主要手嘅人啦。如果係左腰嘅話呢，呢個圖要相反嚟睇，啱啱相反噶。呢個圖係點用嘅呢？就係話當你同佢傾偈嘅時候，你留意下佢講嘢、回答你問題嘅時候，眼神望住邊個方向啦。譬如當你問佢啊，你今朝食咗咩嘅話，如果佢嘅眼睛望向右上方，即係 VR 呢個狀態呢，叫做圖像回憶，即係話呢，佢回想緊實際發生咗嘅事情啊。但係如果佢答你嘅時候，望咗 VC 左上方向，即係圖像構想，跟住先同你講嘅話呢，即係話佢作出嚟諗出嚟嘅，並唔係真係回憶嚟嘅噃。眼神嘅望左望右呢係有分別㗎。除咗有圖像構想，聲音一樣有構想。如果望 AR 呢個方向啊，望向左啊，即係你嘅右邊啊，就代表聲音回憶啊。例如你問佢啊，你今朝聽到咩新聞呢？如果佢望左邊，即係你嘅右邊呢，就係佢真係回想緊今朝聽過啲咩新聞。如果佢望另一邊，右邊即係 AC 呢一邊呢，佢諗出嚟嘅嘢真係諗出嚟，唔係真實嘅，係構思諗出嚟嘅。如果你問一個人一啲事，佢望向左下角呢邊，即係 AD 呢個位置啊，然後先再望去 VC，即係圖像構想呢個位置，佢先分析你嘅問題，然後再構想作一個問題嚟應酬你嚟答你啊。如果佢去望 VR 呢邊，即係話望完 AD 聽咗自如分析完你講乜嘢，再望 VR 即係圖像回憶呢一邊呢，即係望翻佢嘅左上角，即係你嘅右上角嘅位置啦。你望住佢個人啊，記住係咁呢，就代表佢聽完你問題之後，真係真正回憶，去真實咁答翻你。如果望向 K 呢個方向啊，即係右下角，就話感覺嘅話，咁呢可能佢喺度聽緊音樂啊，放鬆緊或者諗緊其他嘢啊。當你見到佢眼睛望呢一邊嚟答你嘅話呢，即係話佢感受到周圍嘅環境啊，即係話佢感受緊周圍嘅環境啊 ，enjoy 緊其他嘢，基本上冇留意你講乜啊。咁咧呢個圖你可以 cap 低佢啊，要多多練習先知噶。記住啊，呢一個圖係 for 對方係一個用右手嘅人啦。如果係左手嘅話呢，啱啱左右調轉嚟用啊，即係 VR 變 VC，AR 變 AC，AD 就變 K 啊。咁呢好多學過心理學嘅人都知道啊。咁咧，你可能會問啦，咁呢個人佢如果識得都有學過呢樣嘢嘅話，佢故意去望翻個眼神嚟答我得唔得呢？得，但係冇辦法長久啊，因為佢係強制自己，明明我構思緊我死都要望呢邊就係回憶嚟嘅，呢個只可以短暫講一兩句就得嘅啫。但係一個人嘅潛意識呢，其實好難控制噶，佢一稍為鬆懈就會暴露咗真相出嚟，好快咧就會穿崩噶啦。所以咧，你又唔使太擔心啊。睇熟呢個表，同人傾偈嘅時候咧，就留意佢嘅眼神，就辨別佢講嘢係真係假，係諗出嚟啊，定係事實回答。靜態嘅時候，目光安詳而沉穩，好似咧水潭裏邊嘅明珠啊，光芒內斂。動態嘅時候，眼神閃爍有光，敏銳而有生命力嘅。或者靜態嘅時候，好沉澱，
有一種旁若無人嘅自信心。當佢動嘅時候呢，目光如箭啊，鎖定目標就會精準咁發力，係做大事嘅格局。冰鑑講呢兩種神情呢，都係純正嘅神情。跟住提嘅眼神呢，就要留意啦。如果一個人嘅眼神好似螢火蟲咁閃爍不定啊，就算喺靜態嘅時候都係閃下閃下，好似左顧右盼嘅話呢，呢個人擅長偽裝。佢動態嘅時候，目光好似流水咁漂流游離，但係冇定嘅，代表內心萌生緊計劃，城府亦都比較深。有呢兩種目光，都係一種偽善嘅神情啊，心裏邊多奸詐嘅事情發生。或者兩眼處於靜態嘅時候，目光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喺動態嘅時候，佢嘅眼神呢好似好驚慌咁樣，惶恐不安呢。有咁嘅眼神，一係佢就不循正途啊，一係呢好怕人哋窺見佢嘅內心嘅神情嚟噶。頭先講嘅呢四種都係屬於唔好嘅奸邪嘅神情嚟嘅噃。而喺冰鑑裏邊有講啊，做大事嘅人，冰鑑比喻眼神係針線。咩叫做針線呢？即係話細微如絲，既柔和又銳利，有專注感。呢個人平時眼睛係藏神啊，半張不合，好似咧冇乜精神，但係眼神仍然好銳利嘅。一張開眼，眼神充足而且連貫。呢種人通常做事膽大心細，慎重而周詳，而且絕不苟且。好啦，睇翻鐘呢，今日錄呢個眼相嘅影片呢，非常之長啊，咁長嘅片，特別多謝大家收看啦。記住啦，大家如果中意我嘅影片，撳下下邊嘅 like， 記得訂閱我哋，同埋咧分享俾你嘅朋友睇。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影片呢，請你撳翻個 like， 讚好我哋嘅影片，同埋多啲 forward 俾你嘅朋友睇。最好呢，仲訂閱埋我哋嘅頻道。喺訂閱嘅時候，記得撳埋個鐘仔，選擇全部訂閱。當我哋有新片嘅時候呢，就會通知你噶啦。另外，如果你想贊助下我哋嘅 channel 呢，亦都歡迎你加入做我哋嘅會員噶。如果你有咩問題唔明白，或者有話題想我哋講嘅呢，亦都歡迎你喺我哋嘅影片下邊留言噶。